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列王记下卷第1章第1节到16节，加拉太书第4章第8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重。人的眼中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？这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追求的方向。我们从圣经的历史来看到，以色列的列王当中，大部分的人都看重偶像的崇拜，却不看重上帝的诫命以及救恩。亚哈王死后，以色列王亚哈谢就表现得不看重上帝，因为他从王宫跌倒之后，竟然差遣仆人去求问巴力，而不是求问上帝。列王记下卷第1章第1节到16节，经文这样记载：以色列王亚哈死后，摩押国背叛以色列，以色列王亚哈谢从撒玛利亚王宫顶上这样的阳台摔下来，受了重伤。他派人去求问非利士人以革伦城的神巴力西卜，要知道他能不能康复。但是上主的天使吩咐提斯比人以利亚先知去见亚哈谢王的使者，只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去求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？难道以色列没有上帝吗？你去告诉王，上帝这样说：你无法从你仰上的床下来，你一定会死。以利亚遵照了上帝的命令做了，使者回到王那里，王就问他们：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他们说：我们遇见一个人，他叫我们回来告诉王，上主对你这样说，你为什么派人去求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？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？所以你无法从你仰上的床下来，你一定会死。王问：那来迎接你们的人是什么样子？他们说：他穿着兽皮的外袍，披着树的皮带。王大叫：他是以利亚！于是王派一个军官带领着50名随从去捉拿以利亚。那军官来找以利亚，他正在坐在一座山丘上，就对他说：神的人啊，王命令你下来。以利亚说：如果我是神的人，愿火从天降下来，烧死你和你的部下。立刻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死了那军官和他的部下。王又派另外一个军官带领50名随从去对以利亚说：神的人啊，王命令你马上下来。以利亚说：如果我是神的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死你和你的部下。立刻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死了那军官和他的部下。王再派一个军官带领50名随从去，那军官上山去，跪在以利亚的面前恳求说：神的人啊，请怜悯我和我的部下，救我们的性命。其他2个军官和他们的部下都被天上降下来的火烧死了，但是求你可怜我。上主的天使对以利亚说：你跟他下去，不要怕。以利亚就跟那军官到王那里去，对王说：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派人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，好像以色列没有上帝可以求问似的，所以你无法从你仰上的床下来，你一定会死。背离上帝的人，当然后果就要非常凄惨的，特别是上帝所呼召、所拣选的人。保罗在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的书信当中
提到他们以前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，现在却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认识的上帝，怎么又能够回去寻找那完全没有能力的偶像呢？这样子就跟列王时期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看中的偶像，得罪了上帝，做了偶像的奴隶。加拉太书第4章第8节到20节，保罗的提醒教导这样说道：过去你们不认识上帝，被那些不是真神的神明所奴隶。现在你们认识上帝了，或者说已经被上帝所认识，为什么又要回去找那一些无能无用的新朽之灵呢？为什么要重新去做他们的奴隶呢？你们竟死守着某些日子、月份、节期和年份，我很替你们担忧，只怕从前我在你们当中的工作全都落空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恳求你们要认同我的立场，毕竟我曾认同过你们的立场。你们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，你们知道，因为我身体有病，我才初次向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虽然我的病况使你们困扰，但是你们并没有厌烦我、丢弃我，相反的，你们接待我，像接待上帝的天使一样，像接待耶稣基督。当时你们多么高兴，现在又怎么样呢？我可以这么说，那时候你们即使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，也是愿意的。现在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倒成为你们的敌人了吗？那些人对你们表示热情，原是不怀好意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孤立起来，好叫你们也对他们表示热情。在善事上热心原是好的，但不可只限于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子。我的孩子们，我再一次像母亲为你们忍受生产的痛苦，直到基督的特性在你们的生命中成型。我多么渴望现在就跟你们在一起，好让我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你们。为着你们，我的心里多么的困扰不安。是的，心中若是看重一个人、事、物高过于上帝，那么那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了。这样的人就会远离上帝，会得罪上帝，然后就失去了救恩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上主忠贞的子民多么高贵啊！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。追随其他神明的，招惹无穷的祸患。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上主，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。你掌握了我的生命，你的赏赐多么的佳美，你给我的地业多么的令人喜爱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。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，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，他在我的身体，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我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的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的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将我们的眼目调整好，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，看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，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